山川很壮丽，五彩丰隆，炎黄十洲，东亚称雄。吾自暴自弃，无故不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壮烈伟健，缅怀祖先烈，舌战不已，国土精攻。都係入翻今日嘅正題咧，就係講翻中國經濟轉型啦。我哋應該介紹下成個中國經濟。我之前咪講過呢個觀點咧，即係話你睇巴西經濟或者睇俄羅斯經濟，你要明白佢嘅經濟由咩組成。好似美國咁樣，佢由內需組成嘅。所以其他你話啲咩石油跌價嗰啲閪嘢，雖然對佢嗰啲個咩頁岩氣係有影響，但係對成個美國係冇影響噶嘛。但係對沙地阿拉伯就唔同啦，即刻死俾你睇啊！如果你跌，喂，對沙地阿拉伯係影響，跟住對俄羅斯都好係影響，因為之前睇到話講，好似對俄羅斯嘅話，俄羅斯係 set 緊係按照每桶50蚊美金嘅價錢去定計劃噶嘛。依家幾多錢我唔知啦，我估依家應該冇40蚊啊，35蚊啊嘛。升翻上去，依家好似之前睇 Bloomberg 升咗10%，不過呢個係唔重要嘅，即係肯定仲係唔夠50蚊美金一桶啦，老老實實講。係你諗下，你30幾蚊升10%，咪升三蚊雞屌，4蚊或者都係40蚊左右。但係你話好似我哋成日睇咧，就係即係尤其講 emerging market 啦。我淨係講中國，唔好講其他啦，因為其他啲 emerging market 已經係俾中國拖冧晒噶啦。好多 emerging market 主要係靠出口 commodity 俾中國噶嘛，即係巴西嘅鐵啊，嗰啲咩委內瑞拉油啊嗰啲閪嘢，全部一次過冧閪晒嘅。我哋先介紹下成個中國整體經濟啦。嗱，以2014年嚟計咧，中國嘅總嘅 GDP 咧就係10.35萬億美金嘅，係全世界排第2嘅。跟住我之前有講過啦，即係話呢個係實質 GDP 嘛，但係有另外一個計數叫購買力噶嘛。購買力咧頭先係10點幾萬億啊美金，跟住如果購買力係17.6萬億，所以如果以購買力嚟計咧，中國全世界排第1嘅，喺上年嚟計。跟住人均 GDP 咧係7500蚊美金，實質 GDP， 而購買力咧係接近13000蚊嘅，12893蚊。以購買力嚟計，咁呢個所以購買就其實係屬於係發達國家，唔肯定唔係發達國家，唔係國家業啦。我記得有條線係唔知1萬定係幾多錢，我唔係記得咗啊。15000我記得係，但係因為中國好閪多人噶嘛，所以咧如果中國一去到呢條線就好恐怖。但係呢個係講購買力，但係購買力係唔係太準確。我之前有講過點解啦，唔講喺呢度。跟住，如果我哋以產業嚟細分咧，農業係佔中國 GDP 9.2%，工業真係最低嘅，係啊，工業係佔42.6%，服務業係佔48.2%，服務業48，工業42，農業9.2，呢個就係中國嘅基本，即係如果我哋以前舊嘅1、2、3個產業嚟分嘅，就係呢個咁嘅結構。跟住中國，但係如果咁睇嘅話咧，呢一個結構其實好靚嘅。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嚟講，點解？因為你首先，你作為發展中國家嚟講，服務業嘅佔比啊，其實你已經係接近到你嘅工業佔比咯。咁而且再其次就係講話，唔係服務業係超過咗工業啊，服務48，已經超過咗工業啦，係咯，咁咪就靚咯。嗱，我頭先對比咗嗰個產值啦，呢個 GDP 嚟計，跟住如果勞動力嚟計咧，農業係佔中國勞動力36.7%，工業咧係28.7%，服務業咧係34.6%。但係咧，我要先講明，農業嘅36.7咧係一個唔準確數字，因為呢啲農業嘅36.7係包含住所有冇戶口嘅農民工嘅。係我正想問係咯，我諗住問呢個問題。咁其實如果咁睇嘅話，其實係工業人口嘅佔比係最高嘅喎。都唔一定，咁農民工可能做雞就變咗服務業咧，係嘛？
可能我問，所以我就想諗住問你第二個問題。喂，佢係點樣 define 咧服務業㗎？即係比如話我送快遞啊，我斟茶遞水啊。你係咪農民咧？你係咪農民？你係咪工人？你唔係啊嘛？你咪服務業咯。咁啊，你又唔係農民，又唔係公民，咁除非你失業嘅啫。哦。咁如果係咁講，叫雞都真係屬於第三產業嘅。係啊，第三產業好閪大噶嘛，跨到由麥當勞即係抹台嗰個都第三產業嘅。啊，嗱，跟住主要嘅產業有啲咩咧？採礦同埋礦石加工、鐵鋁鋼同埋其他金屬、機械製造、軍備、紡織品、服裝、汽油、水泥、化學品，喂，其實都包含住所有嘢，基本上。哦，跟住中國上年出口係2.34萬億。嗱，我哋頭先講話總 GDP 係10點幾萬億，出口係佔咗2.34萬億，即係1/4啦。係啊，嗱，咁我哋頭先係講出口2.34萬億啊，入口咧係1.96萬億，其實主要喺邊度入口咧？你又估唔到喎。其實最多幾個差唔多嘅 number， 韓國9.4，日本8.3，中華民國8，美國7.8，澳洲5%，德國4.8%，跟住中國嘅外債係7500幾億。美金係啊，美金你講都係。中國嘅國債係佔 GDP 22%，咁係低地方債咧加埋。中國冇地方債，嚴格上嚟講，地方冇得發債券噶嘛。嗱，中國嘅總收入即係政府總收入係1.83萬億。頭先我講咗 GDP 係10萬億啊嘛。政府總收入1.83萬億，而支出咧係2萬億，所以佢係資不抵債。共產黨真係好閪大細喎。作為中國成國家嘅信貸評級咧，全部嘅評級都係 AA 減。AA 加定 AA 減啊？AA 減，AA 減上面就係 AA 啦，同埋 AA 加啦，同埋3個 A 啦。我應該仲有3個 A 減啊 ，sorry。中國就係唔係好高級嘅啫呢個。哇，係下邊啲數我都唔知讀唔讀好啊，咁閪神奇嘅。屌，讀嚟聽啊！如果以省份嚟計，人均 GDP 點解內蒙古咁柒高嘅？鐵礦石啊嘛，煤炭啊嘛，好恐怖啊！內蒙古67000蚊人民幣喎，我哋隔籬嘅兄弟廣西得3萬幾。我之前講啲東北咧，黑龍江3萬幾，吉林4萬幾，遼寧有6萬幾，我都好犀利喎。最勁就係、哇，最勁居然唔係上海喎，最勁係天津喎，屌你！係天津係最閪高啊，因為天津佢高科技嘅嗰啲產業多啊嘛。而且佢好多國家嗰啲乜嘢研究院嗰啲係全部向天津啊嘛。之前咪講過咧，我之前睇嗰個關鍵時刻就講到啦，天津呢度一爆炸咧，日本嘅氣象衛星咧就影到佢啊嘛，所以跟住佢後尾得出嘅結論就係話啊嘛，其實嗰個衛星係一路喺度係隔住天津噶嘛，因為天津其實太重要啦。對日本嚟講，唔係對中國嚟講。點解？喂，屌你老味！中國未來嘅曼哈頓嚟嘅喎，家產。即係天津可能唔出名，但係佢其實喺國有資產方面，即係中國嗰啲好多嗰啲中國話，因為佢第一佢央企多，呢個第一；第二佢軍工多，跟住第三就係佢嗰度好似好多科研院啊。我想讀埋呢個，我覺得幾重要啊！即係佢將中國咧就分為4份，一個就西部，一個中部，一個東部，一個係東北。跟住以 GDP 嚟計咧，西部包括咩咧？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即係最係窮嗰啲啦。中國總 GDP 20%，中部好少省份啫，山西、河南、江西、安徽、湖北、湖南佔中國亦都係20%。東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就佔51.2%。跟住東北就有東北3省啦，佔總 GDP 8.6%。你可能你睇一個數字就係話咧，我好多年前睇咧，長江3個州城市群咧就已經佔到17%啦。跟住珠江3個州城市群咧已經佔到8%啦。唔係咁啱啊！佢東部一共佔咗51.2啊嘛。係就呢2個區域咧已經佔咗係20幾個%，再加上環渤海，即係唐山啊、天津啊、北京嗰啲咧，我估已經係25%肯定有，即係其一半嘅資源咧都集中喺呢幾個地區嘅啫。嗱，其實我哋睇完即係成個中國結構，大概已經有個基本嘅概念啦。中國就係一個咁嘅社會，而你睇得到中國嘅農業絕對係唔能夠自給自足嘅，中國進口農產品噶嘛，所以所有農業都供俾國內啊。服務業咧，我都好難想象到中國有咩服務業係服務中國大陸以外嘅地方嘅。你諗唔諗到？中國應該冇出，即係好似頭先，即係頭先我講個建築項目噶係嘛？咁呢個 Zaha Hadid 佢係英國噶嘛公司，咁佢咪出口咗服務去日本咯？咁佢可能咩中建咁去非洲起鐵路嗰啲咯？起鐵路算唔算服務業定係算工業咧？究竟？
嗱設計嗰 part 應該都算係服務業嘅。喺鐵路去設計啲乜閪嘢咧？佢唔係一早已經設計複製黏貼咗先咩？唔係你要掘山窿啊，跟住你要鋪鐵軌啊嗰啲，有解決方案。一個解決咗我頭先問嘅問題啦。呢個工業咧係包括煤、鋼鐵、紡織業、服裝業、水泥、化肥、鞋、玩具、食品加工、汽車、高鐵、機床、工程、機械、航天、電子、半導體呢啲屬於工業嘅。咁所以咧，頭先如果你話出口高鐵咧係屬於工業出口，就唔係屬於服務業。咁嗱，其實服務業都有出口嘅咩？唔係，我就話中國，我係諗唔到任何服務業出口嘛。即係你冇人哋嗰啲頭先講建築嗰啲服務出口啦，係嘛？你又冇人哋印度仔嗰啲接電話係嘛？你冇都冇印度仔嗰啲軟件外包啦。或者你做嘅話咁就可能都係得叫雞嘅啫。我估可能啊，即係我唔清楚嘅，可能會唔會依家有新嗰啲手機啲 app 開發咧，係會或者網頁設計嗰啲閪嘢，會唔會外國我哋揾中國人設計？但係仲有一樣嘢，我啱先一閃而過，唔係記得咗 B to B 網站啊，即係阿里巴巴嗰啲啊。嗰個都算服務業嘅。係搜索引擎啊，跟住不過搜索引擎百度淨係搜到中文嘅啫。係啊，嗰個應該冇中國人以外嘅人用百度。唔係冇大陸以外嘅地方會用百度咯，跟住可能迅雷啦，係咯，主要可能 Apps 咯，同埋啲嗰啲咩微信就應該有嘅，但係我就唔知嗰個算唔算一個產業，因為佢創唔創造到利潤咧？目前為止其實唔點創造到利潤，咁就唔可以當啦，即係最多你就話喺海外華人嗰啲咩買 QQ 幣嗰啲啊。嗱，咁其實你睇到頭先我講 GDP 9.2% 農業，42.6係工業，48.2係服務業。咁其實咧，真正出問題係出咗喺工業嗰度，因為之前講過啦，你人民幣貶值啊，對所有新興國家嘅原材料個需求減低，就因為冇咁多項目啦嘛，你嗰啲負債太高嘛，起唔到新嘅項目啊嘛。咁所以咧，未來跌嘅咧係全部跌工業嗰度人嚟嘅。咁以後你就預咗工業係唔會見到42.6噶啦，應該係跌到去30左右啦。係啊，咁你就係你農業係冇可能 pick up 噶嘛，即係都唔係冇可能，係有可能嘅，但係冇人會 pick up 起身咯。但係做咗好耐都做唔起身，而且即係中國嘅農地係其實越嚟越貴啊嘛。一嚟越嚟越貴，二嚟嘅話佢越嚟越多啲，即係佢太多原本做農地嘅地塊咧，其實去咗做咩嘢農家樂啊、起商場啊、做房地產同埋城市擴張。因為你而家中國佢嘅一個主要嘅方針咧，佢係做城市化噶嘛，所以其實你話你想 pick up 起農業嘅話，其實唔樂觀咯。但係問題事關就係話你咁龐大嘅人口，你去做服務業。其實我覺得反而就係 make sense，即係你服務我，我服務你咯。如果喺發達國家係正常嘅，但係發展中國家咧係好依賴，即係以前我哋成日講嗰啲咩勞動密集型企業啊啲，係解決一大班勞動力噶嘛。即係其實你就可以幻想以前我哋經濟繁榮就基於個前提就不停有農民工湧入城市或者湧入嗰啲城鎮啦，跟住佢咪做廠啊，做各種各樣嘢啊，跟住佢咪谷起咗成個工業咯。你世界工廠嚟啊嘛，世界每隻杯都用你中國嘅杯啊嘛。都用你中國玩具呢閪嘢，你係服務世界，所以頭先講咁耐，其實就想講服務業係冇得出口嘅，真正出口就工業。咁而依家呢樣嘢就好似啲廠啊不停搬走，再搬走，搬走好多年啦，已經咁多年嘅，跟住再加一嚟一鑊結嘅資本外流係嘛？就冇人會再喺中國起廠噶啦。咁以前嗰啲農民工或者依家新嘅90後農村非主流嘅農民工子弟係嘛？即係殺馬特。咁佢冇工廠，咁就揾其他嘢做啦。就話你個服務業或者你中國嘅國內本土工業可唔可以 pick up 到你流失嗰啲嘢？